今日我哋嚟再深入講下點解黃金同白銀會再爆升。我認為唔係因為格陵蘭事件，而係大家對全球債務可持續性嘅恐懼有更深嘅關係。最近一個禮拜，全球資本市場嘅目光已經唔係淨係睇住美股啦，而係睇住日本嘅國債市場。我哋可以睇到日本10年期同40年期嘅國債孳息分別急升咗 2.3% 同 3.9%。呢啲幅度對債市嚟講係相當驚人嘅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其實債券市場入邊有好多極度厭惡風險嘅資金，例如養老金、保險公司嘅準備金等等。佢哋通常都係最穩健嘅資產市場。一旦收益率快速咁樣飆升，代表咗有深層嘅問題出現咗。日本係全球最大嘅債權國，佢啲養老金、銀行、保險公司喺全球主要嘅市場都有大量嘅資產配置，但日本經濟長期疲弱，回報率低，令資金被迫走出去追更高嘅收益。加上過去長年零利率或者係低利率嘅環境，好多投資者會用套息交易，即係透過低利率嘅日元去換取其他貨幣去買高收益嘅資產。呢一啲套利嘅活動喺全球建立咗幾十萬億美元嘅投資頭寸，日元成為咗一種廉價資金嘅燃料。全世界都習慣咗佢係呢一種角色，但佢而家出現咗問題。而家日債孳息急升，即係等於債價價格下跌，亦即係套利交易嘅虧損，即係代表咗資金要被迫賣出海外嘅資產。咁樣一嚟，全球避險嘅情緒就會升溫；二嚟，美股受壓；三嚟，美債嘅孳息亦都會上升。咁點解日債嘅孳息會係咁升呢？最近日本政府話要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，並且為咗拉選票，承諾暫停徵收8% 嘅消費稅。如果冇新嘅稅源，減稅就即係意味住收入大減。有人就會開始懷疑日本國債嘅還本付息嘅能力。而家日本本身嘅債務已經係 GDP 嘅2.5倍。加上減稅，令到政府要發更多嘅債，而央行為咗控制嘅利率，好有可能被迫要買入更多嘅債券，咁即係等同於實行咗量化嘅寬鬆，但咁樣會推高咗個通脹。而如果央行透過用加息嚟壓制個通脹，又會提高咗債務嘅利率，對一個高債務嘅國家嚟講係一個非常危險嘅循環。因此，日本目前面臨咗一個難以解決嘅困局。對我哋嚟講，以往日元係被視為全球避險嘅貨幣，但如果今日日元變得更加危險，咁呢個避險嘅功能就會失效。如果呢一次嘅債務危機處理得不當，可能會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嘅連鎖反應。所以翻到嚟黃金，呢一次嘅暴漲並唔係因為避險情緒，而係市場對主權債務模式失去咗信心。當投資者對主權債務失去咗信心，佢哋會轉向非主權不能被印刷嘅終極資產，即係黃金。所以最近黃金咁樣爆升，其實係反映咗一場由主權資產向非主權資產嘅重估運動。今時今日，黃金已經再唔係簡單避險嘅工具，而係代表咗一種全球資產結構嘅信任重組。所以投資者要懂得分辨唔同嘅資產背後嘅本質，而唔係單單睇波幅。如果你都想深入掌握每一日嘅資金部署邏輯，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，我哋一齊穩步上揚。